是谓周易。故卦象一而用二，卦名同而用殊。以伏羲出至为先天象，文王复演为后天象，以此分别，体用思明。然夫子山定六经，独宗周易，而不及文王以前者。文王之作，足该各异也。文王之义，虽属后天，而先天存乎其中。人之生也，生存其中，言行而神在，以神之德，体物不一也。先天之象亦然，先天以后天用，后天以先天神，先后并行，神用无极，故曰神无方，亦无体，以体不见，由其用而见也。然体不可见，因而望之，不可也。先天之象，不用可也，因而灭之，不可也。故言后天必及先天，原始要中，亦知道不如是。推来溯往，亦知用意当然。明乎先天，则知后天所出；明乎后天，则知先天所存。气数不同，名类异质，虽由木本与之，水源与流，一脉所传，而在纪变之后，形神各别，理气殊途，有一而不一，同而未同者在也。故言文王之意，必溯以前之意；习文王之卦，必本以前之卦。卦同而异，以用不同，意义而同，以体无异。故虽有同义，而不得不求其合也。合则通，通则神，不合不通，至于物，而失其神，将何以治义之用哉？故学者，必将先后天二者，气与数之分，明晰无疑；再将二者之和，通贯无滞。数可以因文王之作，探伏羲之志，即可由周易，包括以前之意也。请将先后天卦象之同义者略述之。先天八卦方位次序，与后天异。先天乾坤上下，离坎东西，震居坤左，巽在前右，艮连坎坤，对接离乾，此为相对。方位卦象皆相对也。干阳坤阴，离阴坎阳，震艮接阳，巽对同阴，阴下阳上，阴上阳下，一阳与一阴对，二阳与二阴对，无相失也。故其数为前一，对二，离三，震四。此作之上行卦，巽五，坎六，艮七，坤八。此又之下行卦，而其本数，则与河图同。其势为左右两行，
左则自下数，右则自上数。左为正一，离三，对七，前九。右为巽四，坎二，艮八，坤六。2AJ